各位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老字號新開張旺角蓮香居飲早茶。呢度係旺角蓮香居，呢間係已經結業嘅上環蓮香居。餐具咁新就梗係旺角蓮香居。知有咩啊？有個味夾飯又真。九龍標行都未開門啊！早幾日星期五晨咁早過嚟飲早茶，佢叫旺角蓮香居，但係就近太子地鐵多啲。入門口第一個感覺，以酒樓嚟講啊，呢個地方唔算大，只係有4000尺，好華麗嘅地磚，冇用茶盅㗎嗬。餐具都唔係傳統蓮香樓嘅款式。自己攞點心喎。好。茶葉洗咗㗎啦嚇。好。以飲早茶嚟計啊，服務到位。呢間係已經結業嘅上環蓮香居。我所知啊，佢唔係蓮香機構啊，全權經營。就因為咁啊，最後啲嘢改名叫六康居。用盅嘅唔該保你。嗱，佢就保留咗大水煲文化，全城用茶盅，咁先係一盅兩件。呢間係新開業嘅旺角蓮香居。知有咩啊？有個味夾飯又珍足牛肉又知道燒米啊，有鯪魚球。我朝見到啊，茶都以長者居多，部分係旺角街坊啊，佢同尖沙咀嘅蓮香樓一樣，都有點心區。蝦餃燒賣。一籠鳳爪啊！鳳爪好啊。係咁多先。包係咪啊？你等陣收咗，我幫你，等啲啊。好。大路嘅點心水準呢個細啊！成日嚟飲茶嘛？啊！琴晚到呢張台啊，32嘅。大家中意我哋介紹，請多啲支持，多啲互動 ，subscribe 同俾 like。Hello，係啊。一位呢邊咧先。好。佢晚市開到12點啊，可以飲夜茶。嗰晚啊，早到啊，晚飯都未開始，就冇乜幾台客。佢晚市只有4款點心可以揀：蝦餃、燒賣、素餃同埋小籠包，每款都係48。其他就係晚飯小菜。點心係即叫即蒸。上台嘅點心啊，賣相都幾精緻，新鮮滾熱辣。我問加多個紅豆沙，埋單191。以今時今日咁嘅消費環境啊，呢個消費水準一啲都唔平啊！長者茶錢係咪優惠啊？哦，嗰時㗎，幾點鐘先有㗎？9點45分前，2蚊茶錢。哦，2蚊茶錢。1服務費1個人。係一個。佢喺樓梯落地下。我係 Alan，就喺呢度同大家講拜拜。